街坊們，週五現貨黃金真係唔爭氣，收盤走軟，冇能延續亞市盤中嘅反彈勢頭，全日都係震盪下行，最終跌咗1.13%，收報5014.06美元。今個星期仲衝高回落，累計跌幅有2.90%，短期已經入咗弱勢調整區，大家千祈要謹慎。基本面上，美國週五公佈嘅1月核心 PCE 物價指數同比升咗3.1%，創近2年新高，直接壓縮咗美聯儲減息空間。市場估今年唔會減息嘅預期越來越濃，再加埋美元指數輕微升0.27%，美債收益率喺高位企住，拖累以美元計價嘅金價走弱。雖然中東地緣仲緊張，各國央行買金撐住長期，但短期利空影響更明顯。總結一句，短期金價被減息預期寒減溫同美元走強夾住，反彈冇力。後續要重點留意美聯儲政策同中東局勢變化。操作上建議大家保持謹慎，一定要嚴切止損。所有內容係供參考，唔構成投資建議。大家根據呢啲內容買賣，盈虧要自己負責。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街坊們收看。